大家好，又到支渣製作所時間。早2個月前，我哋介紹過一間裝修設計公司，叫做 MDS。今集呢，我哋好榮幸請到老闆為我哋親自解說一般人裝修後會好擔心嘅問題，就係驗樓啦。不過我哋睇交樓檢測之前，先俾大家睇一下一個裝修後單位嘅相片，俾大家參考一下。你而家見到嘅就係西半山嘅嘉景台單位啦。好啦，睇完嘉景台單位裝修之後嘅相片，老闆 Nike 咧就會講下佢哋公司 MDS 喺交樓之前點樣同客人嘅單位做檢測嘅。我哋馬上去片。而家 QC 工程部咧清潔好，再重新保護噶啦。你睇翻之前啲片，好冇嘅？而家係 Q 緊，例如裝咗櫃，小心啲啊！最尾先做呢啲石擋啊、鋁合金門，未清潔㗎，未大清潔，開始封邊、造假，跟翻佢施工圖配套。收口，開始安裝五金物件點貨，例如客人買嘅歐洲產品，你就唔好揾淘寶螺絲，我哋冇淘寶嘢嘅。例如萬佳美燈、蚊網，一陣俾你睇。檢驗啲日本膠，嗱好難刪，你唔好夾硬嚟啊！你等佢自然。你想快嘅，除緊一隻。五金配件全部要客人睇先，裝咗落去，俾啲大陸嘢俾你，你就大鑊啊！極優高清防寵物蚊網，唔使拆窗花嘅呢隻。然後再開窗，重點佢係有埋個鎖嘅，lock實，無論寵物小朋友都安全。今日呢就接近交樓檢測啦，輕身高儀龍頭啦，配備啦，咁用埋個 filter 啦 ，OK， 檢測翻所有啦，呢啲 workload 啦，同客人調校啲下啲門啦。呢條片講啲 quality 或者細節嘅，呢個日式系列啦，膚感嘅門啦，但係唔係用你香港嗰啲啦，珠鎖啦，我哋用排鎖啦。OK， 細節嘅又係睇 quality 嘅問題啦。最後喺使用上嘅呢啲全部175校啦，等你對開使用晒自己配備嘅 L 型空間櫃啦，入嚟換鞋啦，呢啲好平常嘅啫。客人好多行李篋嘅，咁佢就會將呢啲行李篋，呢啲係我哋工具啊。咁佢將來用掃地機械人啦，就唔使話落一級上一級，或者所有櫃啊，或者行李篋啊，或者係抽濕機，佢就推晒入去。
設計上啦、線條啦、瓷磚正門啦，同埋我哋牆身磚都用600/600，而一體性嘅咧個線條上對正啦，正規做咯，係啦，等你個視覺會好啲啦。咁另外襯色上啦，膚感咯，連玉屏都係膚感啊。OK， 咁呢個係用歐洲式頂揭嘅啦。萬一你攞衫唔方便嘅，梗係開翻隻門，個空間上易攞啲啦。五金物料已經包咗噶啦，例如呢啲日式膠啦，嗱呢啲揭板放落去，仲有對開門啦。咁呢個冷氣咧就設計 feature wall 咧，咁呢個冷氣可以隱藏嘅。OK， 例如唔用冷氣嗰陣時，可以燙翻件板啦，件板喺度未處理好。杜邦嘅門膠啦，內籠咧，我哋做埋背板嘅，冇曱甴啦，但係要清潔啦。底路軌咧都用杜邦，我哋唔會用明軌側路軌啦。依隻盤咧就用防花嘅，咁去水咧用大去水隔垃圾㗎啦。石邊咧留意下，我哋係石冚本斜邊。下面假設咧你隔氣有啲污物咧，我哋睇得到。咁仲要配備埋呢個層板俾客人處理，等你唔會話去水嗰度撞到啲喉泥漏水。我哋用翻香港嘅喉管。呢個設計特別啲嘅，點特別咧？就係呢度冷氣，但係我哋已經同客人配備埋內置走喉位置，山洞板材。點樣走條冷氣喉？呢度有板風，咁然後配備到咧，就喺呢邊走翻個美觀性。咁冷氣喉你就睇唔到啦。家私咧太普通就唔討論啦，好 OK。但係所有電源咧、走位咧，我哋已經配備埋俾客戶。點樣通大插蘇電線？浴室啦，地下空位處理啦，咁衣籃啊或者拖桶啊就處理晒啦。另外就係盤啦，瓷盤斜邊石冚。咁我哋新出一個電子鏡啦，唔係你平時用開嗰啲啊。呢個表面就好簡單啦，有暖啦，同埋唔同嘅燈。OK， 重點係入邊咧係有晒遮暗瘡嘅鏡仔配備啦。咁自己用途啊，例如棉花棒啊、紙巾啊 ，OK， 或者其他勾勾啊，或者你使用嘅旅行式風筒 ，OK， 我哋都處理咗嘅。最特別咧就係留意個邊邊咧，就見唔到鏡邊嘅，呢個塑料嚟㗎。配置埋啦，全部香港冇淘寶啊，防水蘇啦，點通啦，用得翻啦。咁呢個 Index 嘅暖板 ，OK， 科水嗰啲處理更加唔討論啦。OK， 咁啊石邊啦，玉屏對開啦。洗衣機客人咧用翻舊嘅 ，OK， 咁我哋同佢配備埋安裝咯。咁佢係需要嘅浴室寶啦、雙摩打之餘啦、冷暖出風之餘啦 ，OK， 然後佢獨立仲要抽氣扇。哇！睇完 MDS 老闆一連串講解佢哋交樓之前點樣做檢測，真係非常之專業，有條理，又有交代。唔止咁添，佢仲俾咗好多黃大仙天宏苑佢哋公司做裝修相片俾我哋觀眾參考下。
如果觀眾你見到邊一 part 你有興趣想知多啲嘅，可以留言啦，或者 DM 我哋。而片尾亦都有 MDS 嘅聯絡方法，你哋可以直接揾佢哋問下詳情。記住喎，要講吱吱喳喳 too much noise 或者係吱喳頻道，落單嘅時候都會有優惠㗎。